代替229车厝的新竹共和伫顶礼拜五经过花莲清水磅空的时阵，去拄到土石流。目前这个相关的调查虽然讲要搁咧进行，也毋过代替所传出讲现场监视器的画面有去看到意外发生进前的19分钟，就已经知影有土石流啊。也毋过这个值班的人员煞无通报，所以到底敢是单纯的意外，即马外界是真怀疑。 6月1日下晡4點30分，監視器畫面應看到清水溪水位已經開始淹過代替陸橋，畫面有19多分鐘煞無人通報的車長，代替內部人員看不入去，找媒體壓出來。從發生土石流到出了事故，總共足足有接近20分鐘的時間。監控系統的觀看人員，他是專職人員，那這20分鐘。 到底人在哪里？是天早也是前後，立委要求交通部針對代替高警系統展開調查，尤其針對監控警力甲相關高警設備，要趕緊盤點調整。告警系統，它會如果有狀況，它是會提供告警，那會跳出畫面來的。對，這是有告警系統的部分。如果是沒有告警系統，像這一次有嗎？在這次這個是輔助系統。 的監視系統，所以他沒有辦法在及時就提供相關的告警的訊息嘛？是。實際到代替喺花蓮港部段的監控性，目前監視系統分做2種，一種是針對路橋的高警系統，一種是甲中央氣象署合作的雨情系統。目前媒體公布的監視器畫面是水情監視器，無法度告警。那我們這個畫面是輔助我們看水情，就是說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大清水溪的水流狀況。那 我們的雨情系統，好，氣象署有設置一個雨情系統，也沒有達到預警值，所以說就是按照現行的 SOP 是不需要去調閱。公務段強調，目前橄欖營先將水情監視器24點鐘拍開，用靜力方式監控。另外，若是有大水害時陣，氣象署也會主動通報值班室。目前已經歷研發新的高警系統，對任何鐵路造成威脅的一切，攏會通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